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讲到今仔日，其实从昨暗开始，有部分的人开始关心着美国的选举。但是美国的选举关咱台湾什么台？热喷喷的选举，蓝色、红色拍对台，那参众两院呢改变了大生态，影响着中国的政策，甲你我甚至全球的经济景气刷落来。身为台湾人，你我拢爱知。今仔日来讲详细。首先，咱来绍介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中正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蔡英雄蔡教授。主持人新眼界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童小成童研究员。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呢，真罕见，是咱在台湾大家拢知的台湾美国人阿勇啊。平时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勇。特别有理啊，特别有礼啦吼。哎，第四位嘛是真罕见，也是在美国即摆咧连线，是法派的洛杉矶分会会长吴超峰 Ken。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咱四位哦，在遮吼各有各的角色啦，有学者，嘛有真真正正在投票的吼，而且是海外投票，嘛有是美国投票的。但是呢，咱首先来关心着到底即马选到安怎？听讲一摆一摆哦，咱来看吼，其中选举的结果差不多讲要出来哦。本队大家拢会想讲，共和党哦应该会大赢，结果呢，实际上民主党的表现嘛无讲真歹哦。共和党在众议院小可领先，但参议院呢，阁无一定。那美国总统啊，拜登啊表态啊，伊讲哦，我要来争取的连任。但是另外一所 ，Trump 伊也讲，伊在15号有重大的宣布，可能是要来宣布讲，要来选2024的总统嘛。共和党籍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伊揽我要6成的选票，全家动员庆祝连任成功。不过，共和党伫其中的表现，就无亲像进前总统川普咧大声喊的红色浪潮，煞颠倒变成做红色水影消尾去。因为关键州的票数要小我近，参选啥人会当摕到优势，还阁无定论。就算讲共和党伫众院保持领先，不过这个额度无介悬。学者分析讲，对太悬的议题会成做民主党催票的力量。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lived their entire adult lives, people that have grown up with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they can't imagine their daughters and granddaughters living in a world without this right. And so I think it was just this culture shift that Republicans didn't have their pulse on the majority of what Americans wanted. 红条煞变做水泡，出口民调也阁有政治评论员拢咧讲，虽然通膨是选民投票的主因，不过保护对开关的问题嘛是同款重要。This was a choice election, and Joe Biden really tried to make this a choice between Trump's vision of America and Joe Biden's vision of America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eadership. And really key to that choice was the idea of abortion under Republican-dominated legislature and Democratic-nominated legislatures. 民主党的表现比班配更较好势。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讲，对民主来讲，这是水当当的一天。拜登伊嘛有意思要来争取连任，不过上尾也是一个家庭决定。My guess is, I hope Jill and I get a little time to actually sneak away for a week around between Christmas and Thanksgiving. And my guess is it'll be early next year we make that judgment. But it is my plan to do it now. 这场的其中选举，亲像是川普要定转去白宫的铺路舞台，伊替330个候选人背书，伊想要来扩大伊的影响力。虽然讲听川普的表现是平平，不过这要是未影响到伊第二遍要入去白宫的决心。伊还阁讲15日天要发表重大的消息。外界办批讲，伊会正式想要宣布讲要来参选202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咱观众朋友一定啊，头壳就开始在想讲，美国人的选举关咱台湾什么代志？
英国啊，毋是咱国，但是事实上，美国的选举对内政甲外交，尤其对着中国的政策，今仔日咱用全盘来讲起，但是咱先来看讲，到底即马目前为止，因为也未完全落定啦，吼，即马目前为止吼，官方所提出来的消息是民主党46席，共和党48席，因为呢，安怎算呢？是无党籍的2席呢，较亲着民主党，所以呢，100 48对48。但是呢，实际上咱头拄也有讨论讲，无一定哦。老师，你来看，因为首先要来请蔡老师来讲，讲有超过你的预期无？其实你若看迄个选前的民调吼，其实是两党拢是46啦，就是讲5分啦，分配啦。啊，但是就是讲，你若了解即个美国参议院的规则，吼，其实伊上重要的就是一个规则，就是讲。伊爱打60票，啥物意思咧？就是讲，伊伫参议院内底吼，有一个就是讲，迄个参议员吼，伊若是反对即个美国总统的党呢，伊就甲你吼，一直甲你杯葛，吼，一直甲你杯葛，杯葛，啊，一直甲你迄个，一直甲你讲，创甲互你摆卡，创甲，就是讲，即个法案吼，一直讲话吼，差不多吼，过去的记录是安尼啦，有一个参议员吼。伫即个参议讲话讲24点钟过18分啦，马拉松甲你讲话演讲啊，讲袂煞啦，讲天讲地啊，讲晓遐讲饭的啊，吼，一直讲，啊，但是就是讲，你若要互伊莫讲，要去表决的话，爱60票啦，所以这是参议院特殊的一个规则，爱60票，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吼，伊伫遐讲，拢结果。伫遐一直转嘛，结果伊无啥物物件来讲，无60票，无60票嘛无效。啊，伊摕啥物来讲咧？摕圣经，吼，啊摕迄个电话簿啊，电话簿啊，伫遐一直念。台湾也有学过啦，台湾也有学着。是，啊台湾是11点钟，吼，一个迄个。啊，搁还袂马拉松创纪录。对，啊伊这讲24点钟，啊这个规则吼，一直伫参议是足重大。当然，你若有过半，你会当通过一寡法案啊，但是伊要通过法案进程，伊就甲你杯葛。吼，即我感觉这就是讲真特殊。啊，众议的部分吼，因为等者可能迄个，我是感觉讲，真有可能就是共和党伊会赢着，即个得手。吼，啊，就表示讲，即个共和党的即个即马目前少数党的即个领袖吼，伊有可能就是吼，Kevin McCarthy 吼，伊有可能就是以后的议长吼，McCarthy 嘿，啊，就较早迄个。查某议长会变成讲伊有调啊，但是伊多数已经失去啊，吼失去啊。啊，这是过去吼，美国是安尼啊，任何一院吼失去了，就号做分立的政府啦。那3个拢做一个同一个党的，叫做一致的政府啦。但是即届是，若是2个拢因为安尼的关系，拢是去互共和党退休的，安尼表示讲，伊迄个分立就开始摆卡，摆卡啊，但是一定爱制衡。吼，美国过去是讲啊，党吼迄个。界线无遐尔明显，即摆吼其实足明显的，但是就是干那一项无，因为因2个拢有共识，因2党拢有共识，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政策对台湾的。这咱小咱再来讲吼，即来请教就唐老师吼，咱头下就讲，其实啊，美国吼期中选举啊，吼期中选举真罕的无摆卡的啦，讲干那我会记吼，干那2摆。拢是安尼轮替，即个美国吼，敢若迄个共进迄个钟摆啊吼，飞来飞去，迄个自然就会变安尼。也是讲，这是美国的国运，也是命运，也是啥物人来创治？即个就是吼，看美国的选民啦，应该是安尼讲啦。伊即个政府哦，要互多数的选民来满意。迄是你选举的时阵，哦，你选调，啊，选调了后呢，你会做的代志，你会做的政策，安尼就真侪问题啦。所以讲，唐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因美国人十喙高卡声哦？这是你讲的，唔是我讲，是，就是讲意見真濟啦。对啦，意見真濟，你頭先講對啊，敢若兩三擺爾啦，2、3擺爾是特別狀況。是讲本来的总统的进动，伊伫这其中选举内面吼，保持多数，迄是真少的代志。啊，一般的情形吼，拢是讲，要来，互你摆卡一个，互你并倒平，吼。那这是
我是讲可能伊较知啦，迄是讲迄选民的伊的意向，在地人的思想，在地人思想。阿勇，恁感觉咧？对啊，我看吼，这因为你若要选总统的时阵，你一定做足多吼。我要做安怎样啊？我的职称是我的政策是安怎？哦，你讲嘴讲足好的，去甲传播啊！啊，你上心了，敢有可能做遐多啦？啊，所以人就失败啊。伊就感觉失望啊，失望啊！伊就感觉哦，这个总统做了无好，啊，咱来换一个，这我感觉足正常的。伫美国是足正常的，嘿啊。如果我感觉人，包括我，就是会感觉你头先讲一地的政府啦，就是参政院、参总统，拢是同一党的，嘛是无迄个咱政治的系统应该有的对立啦，应该有一寡对立，就是无就是民主党要创啥，共和党要创啥，拢家己想家己做啦，安尼就唔好啦，就是爱有一寡对立，一寡对方的声音出来。对立。对啊，这是应该有的。这是对恁来讲是真正常。啊，不过我强调，这那台湾的观众朋友，我在咧想，我针对台湾，唔是安尼咧想啊。你针对台湾唔是安尼想，小等咱再来讲，因为中央有一派会讲到讲，美国甲台湾的关系，因为即摆的选举，过来产生啥物微妙的变化吼。即摆人伫美国吼，咱五条峰先生啊。伊嘛是伫美国参与着即个公共政策吼，也是划拍的即个洛杉矶啊，咱即个分会即个副会长吼啊，吴先，对你来讲吼，你敢有满意无满意即摆选举的结果，还是讲你感觉讲选举还未到上后尾水落石出，所以你唔敢甲预期讲？你心内所支持的，还是讲你预测的结果，对你来讲你真满意？这应该是安尼讲啦。我其实我是唔敢去预期，因为为虾米？因为我以前2020年的时阵吼，我有做一个 model， 就是讲会当算讲都解州因这个总统选举的迄个结果是安怎？啊，结果50州内底吼，我49个州拢对啊，干那一个州无对，就是乔治亚。因为吼，乔治亚以前拢是共和党的控制一个州，啊，因的参议员还是讲伊的州长拢是共和党的。啊，真奇怪，就是这几年来吼，因遐的选民对这个参议员吼，尤其是遐黑人的选民想讲，因要保护这个参议员的迄个素质，所以因感觉讲这个投互民主党这个模式实在是较好，所以即届嘛是有一个即摆共和党是派一个黑人的，以前是运动，就是美式足球的一个名称，甲这个模式来甲因 PK 安尼，啊，即届是真侪的选民感觉讲，这个可能这个模式较适合做参议员，啊，这个运动名称可能较无适合，所以即届是唔知安怎迄个结果安怎，因为阮知影讲乔治亚迄边的制度是，你若是讲无一个人过半吼，无过50%，就爱有一个特别另外一个选举，可能是12月以为迄当时迄当阵会当搁办一个选举，所以迄当阵我是知影讲乔治亚迄个结果是安怎，啊，即摆看起来是内华达迄边是共和党领先，啊，所以若是迄边赢。啊，乔治亚嘛赢，安尼共和党才有机会摕到众议院甲参议院两院的迄个优势安尼。所以即摆我以前吼用2届，乔治亚每一届拢输，所以我一开始真惊，因为我立定是较我共和党迄边。啊，即摆就是想讲，若是讲转去你对我问的问题，就是讲即届结果是毋是我期待的？我是感觉差不多啦，因为吼。在伫选举以前，我就想讲，共和党绝对会摕到众议院，差不多220左右。啊，迄个参议院可能会着，因为我迄当时是无想到，偏是美国会输去，所以即届是有一寡失望，佮有一寡就是甲我期待共款，所以差不多共款。所以有真侪人讲，本队会感觉即摆即摆共和党应该会大赢。但是事实上，咱即摆看起来，
并无大赢这回事哦，吼啊，这你感觉这个美角在哪里？我感觉因为吼，这届选举甲迄个2年前选举无共，因为其中选举差不多40%，还是讲40几%的美国选民会出来投票，甲普通的这大选，像讲这个总统选举是无共，总统选举会到70%嘛，全国顶届就超过70%，所以你爱想讲，就是讲40%的人出来投票，因敢会甲这个70几%的投票结果共款，即马真重要，就是讲美国人对这经济真失望，嘛对这个民主党这个总统拜登真失望。不过真侪人想讲，啊以前共和党就讲这个真绝对会赢，啊搁看过去的历史，拜登即马的满意度，甲以前对 Truman 开始的总统来比每一个总统都较歹，所以。因个想法就是讲，过去其中选举，若是有遮歹的满意度，当然嘛大输嘛，所以就唔免去出来投票。所以我就即届我有问我别州的朋友，嘛是有较讲立场较保守的迄朋友，伊拢讲，啊，即届唔免投啊，绝对会赢嘛。啊，结果阮看到结果就是安尼，就是真侪红州拢互人有一个失望结果。所以，我想这重大问题就是讲，真侪人想讲绝对会赢，所以无去投。你的感觉是伤可惜啊，所以有的州才无去摕到安尼。吼，安尼我来请。总真想讲真绝对爱出来。哦，即我来请教咱在场的吼，咱在地阿勇啊吼，他昨我前所讲的吼，就是讲共和党的人可能伤可惜，感觉讲啊，这次安尼无赢的吼。啊！但是事实上，投票率咯，其中选举的投票率一概拢无悬呢，吼，无啥悬呢。你安怎看这其中选举？这当然是迄个投票率会较低啦，这是无毋对。啊，毋过这较怎么讲？有一个好头一个原因是讲迄个共和党可惜，我感觉这。一部分是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共和党有一寡候选人，唔是黑来讲，唔是 center of the party， 就是唔是党内的人，唔是党内的，因较算是川迄派的人，因为川一直到打嘛，较极端的啦，伊嘛唔是共和党的迄个机器内底，吼啊，所以遐的一寡，譬如讲 New Hampshire， 吼，因的迄个参议院的选人，候选人，因迄个共和党。本党就无要下钱，无要下钱，互伊选啊，吼，也是迄个 Alaska， 因都浪费足侪钱吼，无采工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事实上，在美国即摆的候选人，在共和党本身来讲，内面已经有略啊，叫分裂。有啊，另外一个是迄个他拄仔想着，不要紧，咱。他要讲，迄个咱差不多即个月咧看民调啦，迄是最近一个月无毋对哦，看起来是即个 red wave， 讲吼，即个红调。啊，毋过咱若会记哩吼，差不多3个月进前、6个月进前无安尼哦，无安尼呢。较早是参议院的民调拢是输，共和党输的。是啊。吼，参议院的民调一开始是差不多49，啊无就50，吼平手。啊，迄个正议院嘛，差不多参即马的结果共款，嘿，所以咱是过去一个月民调有较大的变形变化，吼，所以这爱会记咧，凡说是较早的民调较准啦。我毋知对，反正这个民调一直变来变去啊，所以这就无遐尼啊准啦。是，老师你安怎看讲美国人像阿勇啊，像阿勇是一个月进前就投票啊。对，吼嘛，我相信嘛，海外投票人真济哦，吼。对。啊，伊这一个月内面嘛有所变化，但是对着即马国内来，尤其咱来看者，即马吼看起来，伊阿勇啊，小咱我要请你来讲吼，你所知影的，目前为止吼，你做未卜先知啊吼，先来小咱来甲咱看一下讲，到底这上后尾吼。即马目前为止会中咱，但是我要请教这个童老师吼，美国人的这个选举当中啊，尤其是像这种
咱叫做摇摆州啊。尤其甲这个 Trump， 吼，伊所选的人 ，Trump 即摆选的人，谁人都无一定会得到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认同呢。我是讲成功嘛 Trump， 失败嘛 Trump。啊，Trump 影响真大啦。啊，有的人吼足介意的，啊，有的人都无一定啦。所以讲，这川普的这个影响哦是真大啦。所以讲，即摆吼，我是讲爱看，我要来看迄共和党内面甲民主党两个这个比较的情形啦。伊头拄仔讲哦，以前啊，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啊，其实讲共和党一半哦，要毋过即马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啊，能源危机啊，即马外月来变化去，啊，这变化真大啦。迄老百姓哦，迄生活真是受到影响。啊，你受到影响，那你本来你就执政党就安尼拗起啊嘛。但是对我来讲吼，咱头下讲，其实其中选举真罕的执政党会赢的啦。啊，对啊，对啊。过去100年当中吼，敢若2摆啊。系啊系啊，抑个你这个拜登总统吼，啊拜登总统了，伊都领导无方嘛，你都袂晓领导嘛。啊你即马共和党都讲已经讲啊，已经放话啊，伊讲我即马摕到这个众议院伊的多数吼，我要甲伊弹劾啦。我要来弹劾啥物？哦，足多代志。哦，足多代志啊！伊会囡仔，Hunter，拜登，伊的代志，伊的真侪代志啊！啊，搁一个阿富汗代志，啊，搁几啊项呢？啊，即个吼，应该这是袂过啦，这弹劾案是袂过，要毋过伊的这众议院，伊会使发动。啊！你发动了哦，都会使调查，啊调查了哦，你给你写一摆，安尼就你就歹看。满面全倒灰。对。所以咱讲，若是摆卡，尔啊个满面全倒灰。对，这个较重要啦。啊，即摆啊，你要选2024，安尼就出问题啊，对吧？这个是袂过啦，这个弹劾案是袂过啦，因为参议院啊，个要2/3，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毋过你会使发动，甲你连一下吼。你甲连一下，你甲发动一下，啊，发动一下，伊就头拄仔你讲咧，就满面倒灰啊，满面倒灰啊。啊，你即马就即个代志吼，对迄个拜登吼，伊个杀伤力真大。啊你即马过来看这川普，川普第一名差不多，我毋是第一名啦，是支持的差不多200多人呢。要毋过伊选的无够偌好，要毋过伊的影响力算做练兵啦吼。练兵啊，对啊。啊，即马选情吼，无看到共和党，毋是共和党有啥物人甲伊竞争啊？无看到嘛？伊 Pence 啊，你个副总统，啊，甲迄个Pompeo 啊，伊个国务卿，本来讲伊两个可能要出来，啊，即马都无听到消息啦。啊，即马有一个迄个佛罗里达伊个州长啊，伊个可能性即马真悬。增加，因为4年前伊敢若赢3%尔，啊，即马赢15%。大赢。哦，大赢咧。哦，那这个啊，川普安怎讲？啊，你袂使选，敢若我会使选。霸气啦吼！霸气啊！那有即款人？都无听到迄个政治人物安尼讲话啦，对不？啊，即马就是讲，迄个川普咧做霸气的啦，哦，霸气。啊，即马我就讲，成功嘛是川普，成也 Trump， 败也 Trump， 哦，这是共和党，影响真大。老师你安怎看？是，就是讲，这个过去的前总统吼，这个 Trump 吼，伊本身就是较激烈的迄个手段，吼，比如讲伊摕一寡迄个证件，就讲，互美国较伟大，佮再一次的伟大，吼，啊，包括伊内底党内底有个低党，啊，低党迄就是较极端的，吼，啊，但是即届伫即个选举结果吼，伊是想讲，哦，我可能会当大赢，
吼，啊，这就是要，其实就是为着伊以后要继续再一次选总统，要铺路吼。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讲家己较靠势啊，靠稳啊，啊，这一定稳的。但是事实上选出来其实是无遐好啦，吼。啊，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讲现任这个总统吼，拜登伊本身伊这个通膨的因素啦，吼，通膨其实最简单的理论就是安尼，就是讲吼，迄消费者去买物件吼，逐项拢贵三三嘛，吼啊。拢爱得爱欠长。咱台话咧讲啊，讲哦面粉起大价，啊愈食愈细地。对，啊，就是伊迄就是爱欠长内度。我有甲查迄个数字吼，美国吼伊个通膨的指数是8.2啦，欧洲是9.9啦，台湾即马是2.8啦。吼，所以意思就是讲吼，迄个指数互人民怎么生活过了无好，所以一定会挺发即个执政党。吼，啊，当然就是表现伫参议。吼，啊，众议嘛是安尼。我是感觉讲吼，即个美国的选举就是因的政府吼，其实有3个：总统、国会甲最高法院。其实国会就是因的政府之一啦。咱台湾拢说啊，国会就国会啊，就立法机关。民意代表啊，嘿，其实毋是，因是政府。吼，啊，政府伊就是咧通过法律的，所以国会是真重要的啦。吼，啊，当然你若安尼的话，会来牵制着即个总统，甲制衡，互伊讲吼有个代志你袂当。你摆卡。嘿，你袂当。杀到遐远啊！吼啊，当然这有牵涉到因两党的斗争啦吼。啊，这几10年来，就是讲政党其实斗啊足厉害啦。过去就啊，大家悄悄的啦，即马毋是安尼，即马毋是安尼。所以我感觉讲美国政治吼真趣味，啊，台湾的政治其实嘛是安尼啊。吼，这个就是讲这要讲啊，吼要讲。但是因为伊2年的选举就是期中考的，2年就一届，2年一届。所以你看因的众议院的议员哦，其实拢足辛苦的啦。2年都爱选一届啊，啊，迄选区个遐远，选区个遐远哦，吼，啊，对 DC 坐飞机，佮等去加州，你也想啦，迄爱过6点钟啊，吼，啊，佮服务啊，佮是按2年时间就咪得佮到啊，吼，但是就是讲，美国的选举吼，过去其实拢投票率拢足低啊，啊，但是过去吼就即届就去年前一届的总统选举哦，投票率就较悬啊，但是其中选举佮较少，49%、50%加。对，啊，但是。其中佫有一寡投票的技术性的问题，吼，咱但是有机会咱再来讲这个。对啊，是。这吼，咱来请伫线顶，咱这个我先吼，咱即摆这个选举当中吼，对你来讲，吼，这 Trump 这个因素在整个这个选举内面，你有注意到伊的影响力是咧加强，还是一般，吼，还是？较比以早较无遐威力。川普哦，伊本来伊的影响力就是安怎讲？伊会当吸收，就是拄阿勇讲的，伊会当吸收迄种较毋是典型的共和党的人，所以就是讲较可能较极端，还是讲伊的想法是较边缘化的迄种人的迄个点。啊，我嘛知影讲，其实。川普嘛是爱认真讲，伊是共和党，伊嘛毋是一个正港的共和党。伊以前嘛是做过民主党10年，啊，佮较以前是啥物 Popular Party 啊啥，所以川普伊的立场吼是较无共啦，甲普通以前阮习惯的迄个共和党较无共。所以即届伊的影响力就是以前人会想讲，伊的影响力甲阮就是讲，正港的共和党的人较无关，毋过即马较无共，就是所在就是，阮知影讲，川普伊无做总统以后，伊是真打拼去救钱，伊救钱以后就会去收遐伊会当支持的听伊的话遐的候选人，所以即届有摕伊的钱，还是讲摕到伊的支持的候选人，就选啊真好，因为有真侪资源，啊，等到遐的。共和党就是靠较正港共和党，因无摕到川普的钱，啊，家己爱去救钱，家己爱去摕捐款，就拍得较辛苦。所以即届阮会看到的所在就是讲，川普的影响力就是互遐个普通时间，伫普通迄个情况内底无法度伫迄个选举初选内底赢的一定人会当有一个机会，会当拍赢这初选，所以即届我看到真侪川普的支持者，讲川普的迄个候选，伊阵营候选人会赢的都是一家，所以即届
川普的影响力就是伫这个所在。啊，共和党实在是有真侪人想讲，阮爱行出去这川普的阴影，吼，爱模仿，啊，毋过川普就侪伊会当诱钱，迄个能力真强，所以遮个人一定真听川普的话，候选人嘛袂当去甲伊忽视，所以即届伫迄个川普的效应都是假。好，咱哦，要来继续问这个阿勇啊，吼，他多，我想伊所讲的吼 ，Trump 这个效应对即摆来讲，尤其已经会使讲已经休困超当外2冬左右吼，但是差不多这半冬以来，佮慢慢佮运动起来。你做一个美国人，你虽然在海外吼，听到美国人对着这个 Trump， 一般来讲，你感觉伊佮出来选，伊调的这个几率呢？这真歹讲啦，我小可参迄个吴先生小可电脑病啦，伊讲迄个影响力反正无遐大啦。我感觉 Trump 的影响力的影响是搁较大，啊，毋过吼是对伊的反弹的声音较大。你知影我意思无？是反弹的声音较大。对，就是即马吼，有诶本来是共和党的，本来是党互 Trump 的人，啊，当然迄个本来就是民主党的人，就是即马看 Trump 会足惊，评迄个2016年的搁较惊，评2020年搁较惊。惊伊啥物？惊，因为因即马吼咧做即个 January 6的即个调查啦吼，啊 January 6就是因讲是要折返啦吼，啊咧调查啊，所以 Trump 的一寡候选人因若捌怀疑2020年的即个选举，嘿，啊因的迄个反弹的声音就足大，吼足大，所以因就像迄个宾州 Pennsylvania 的迄个 Mastriano 迄个州长的候选人，吼伊捌伫咧迄个调查2020年的选举，又出席足侪届啦，吼，又参加足侪活动啊等等，啊，所以伊即届你看伊选了安怎，足歹，选了足歹，40外%尔啦，吼，啊，应该是输超10%，这边10%，吼，啊，所以 Trump， 我感觉足侪美国的选民，即马吼看 Trump。一直卡伫咧2020年的这个选举，吼，一直卡伫遐，就讲哦，我2020年我有赢啊，这拢假啊，等等。美国人已经无咧看迄啦，已经无咧插票啊，啊2020已经过去啊，啊咱爱看未来，所以有的人我感觉，我会讲啊，我本人嘛是感觉 Trump 做了袂歹啦。啊，毋过伊的个性吼，像伫遮客伫这一个2冬前的代志，啊那佮讲2冬了后，佮客伫遐，吼，佮客伫这个2020年，这就无法度啊，袂使啦，嘿啊，你爱 move on， 吼，啊，所以伊感觉小可无法度安尼啊，即马我感觉介明显共和党有2派咧设想啦，啊，就是。一个是 Trump， 就是咱的人啊 ，Trump 咱就是一直爱支持 Trump 啊，无迄个2020伊赢无毋对啊，咱就是爱甲所有的迄个证件拢爱甲摕出来等等。啊，另外一个就是讲2020年已经过去啊，啊，咱共和党佫有足侪要做的代志，啊，咱就是 focus 伫遐，吼啊莫一直看 Trump 啊，伊若要徛伫遐，咱就 move on。啊，即摆这佛罗里达州的迄个州长。这有可能变成共和党内面真强烈的对手。头早童老师讲，当然是伊的名声吼，你若看即阵啊，吼，伊的名声是共和党内底上好的，上好。啊，最近的有一寡民调，伊嘛若问共和党的总统初选的迄个民调，拢是 Trump 赢，无毋对。啊，毋过伊是第二名，第二名。啊，佫有愈来愈大一群人是支持伊，吼。啊，我嘛感觉伊做了真好。啊，毋过。即马是2022年啊，啊，这啊，佫2冬嘿啊，你爱想吼譬如讲2014年吼 ，Trump 是2016年赢，啊2014年像是迄个上出名的，就是 Mitt Romney， 啊像台湾人敢知影 Mitt Romney 是啥物人？唔知伊啥人？对，所以即马就无准算啊，吼，啊即马伤早啦。啊，即马佫看佫伤早，老师你安怎讲？我同意啊，我同意阿勇的迄个意见啊，就是讲即马 Trump 吼。伊即个人哦，伊都是即马阁受到调查呢，啊，毋是讲我即马是一个正常的
哦，无犯法的人，伊即马是佫有可能会真多哦。系啊，国会的调查啊，这个也未煞呢。可能佫有出代志哦，唔知呢，也唔知呢。哦，所以讲，川普哦是为着这个代志吼，伊讲这个伊的压力足大的，所以讲伊敢若要冲下，一直拉落去，才会一直拉落去啊。所以讲这是毋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啊。所以讲伊即马做的代志真大，去支持200多人，啊毋过伊结果无想伊本来拍算的遐好啦。所以讲即马即个代志吼，川普2024啊，也搁早，咧。啊，即马要看即个叫做 DeSantis 哦，即个人哇，我讲伊的潜力足大的，伊的气势足大的。是。那伊嘛是一个看起来吼，一个就正常的人，毋是讲说川普是讲正常的人。咱嘛毋是讲Mr. Trump，I'm sorry， 我毋是咧讲你无正常啦，是讲你较毋是典型的这政治人物，咱安尼讲较 polite 啦。这是我的意思啦。这是老师的意思是安尼啦。所以讲，伊看起来迄相貌堂堂，啊，伊讲伊的政绩嘛，足好诶。为即马开，阮拢毋知啦。伊搁有啥物学资料，也是有啥物。咱至少咱讲Trump 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对，安尼讲吼。系啊。但是其实咱今仔也准备一趴吼，要请老师来讲美国人的投票，包括阿勇也小等来讲，美国人的投票实在是千奇百怪。老师你给咱介绍一下。是，就是讲这美国吼，这个众议院的选举吼，一般就是讲这国会议员众议院的选举吼，伊迄拢有选区啦，啊，伊选区讲若州较侪人的话，就爱划选区。伊咧划选区的时阵吼，就是讲吼，过去划到吼，比如讲。那就一个海中的妖怪啊！我先讲这吼，海中的妖怪，海中的妖怪，系啊。这啥物意思？就是讲，伊将迄吼对手呢，甲集中伫遮，其他迄几个区吼，伊甲比如讲，伊的民主党伊将伊的对手共和党甲划伫遮，共和党当然赢一席嘛。其他的选区了，佮甲拢是民主党的，这叫做集中甲拍散。伊用这2个策略，会当比讲掌握着讲，就稳赢的啦，选举稳赢。伊个有就是迄个伫2000年的2000年的这个选举吼，会个另外一张，麻烦，这吼就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的时阵吼，出现伫佛罗里达州这个乌点的选票啦。什么是乌点的选票？就是讲，照你讲，伊的候选人吼，甲更规。伫这边，放伫倒手边，伊毋是啦，伊甲分做双边。结果呢，第一个当然是共和党的布希嘛，这算小布希。嘿，第二个，你当然你是民主党，一定是交伊差袂介济嘛，你会转这个民主党的。但是你转的时阵，你啊迄个空甲拄落的时阵结果是改革党的这个啦。会转伫咧第2个迄个啦，转伫第2个嘛。你应该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你应该转伫第3个较对呀。应该转伫遮嘛。你应该转伫咧第2个嘛。结果伊这火烛甲开出来票讲，哎呦，这个布坎南哪会遮济票？伊讲对啊，我足济票的拢支持我的。事实上，迄个票毋是伊的，迄个票是民主党的。后来就讲袂是毋是爱定算？有的发言就讲袂使，这袂使定算，那定算就会火去啊。所以这表示啥？就讲看大凊花，伊这个选票设计讲那就蝴蝶双面的啦。伊若像迄全部呢？哎呦，我敢有看过。迄阵啊，捌看啦，毋过这就故意整的呀。对，我知足故意整，意思就是讲伊这选举的技术内底有真侪问题啦，搁来拖到迄2张伊这就是讲选举的画迄个区域的时阵，画区域的时阵千奇百怪的形状拢出来啦，这。画到尾也变安尼啊！我囡仔人咧算迄个拍手安尼。是，但是有当时我来讲搁应该搁有另外一张搁另外一张，无，搁这张，头迄张头迄张就好，怪兽迄张好，别紧遮就好。伊这就是讲当然你若看图形是足奇怪，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来讲，是毋是这内底有一寡是毋是细节是毋是安尼？就讲安怎选，就是拢一个党赢。
吼，啊，然后后来就讲啊，安尼定义无效，吼，所以美国的选举吼，其实是足复杂的啦，吼，足复杂的。啊，但是这种选举的区域的划分，吼，伊是受到州的参众议员的决定，所以即马州的参众议员的多数嘛，足重要的啊，因为迄个多数会当决定讲管这个选举的规则。对，选举的规则，吼，啊，你若个换一个党了，伊个话就搁无共款啊，吼，搁无共款啊。所以说，这美国的选举真正足趣味的，吼，啊，伊个参议员是6党甲选一届，1/3伊个参议员6党甲选一届，但是迄因为一州甲两个，迄足重要的。而且参议员上重要就是讲，伊对外交政策的迄个掌握，会掌握较大，吼，啊，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讲咱现在会关心美国的选举，甚至参议员这是足重要的啊。阿勇啊，歹势，你是倒一州的人？有无一个尔啦，我New Jersey 大汉的。New Jersey 大汉。New Jersey。好啊，但是你即摆投票应该是投倒一州 ？North Carolina。North Carolina。恁的即个投票所是先做啥物款？是敢若像俺安尼登一个圆框啊？毋是圆框啊，阮是迄个机器的，啊，你就去用无的。吼，但是咱有看讲，嘿，等。有这个机器啊，你去用无？啊，就去试嘛，吼。嘿，去试。但是我看到有的庄卡所在，还佫无改呢。哦，就迄个，因为迄是毋那逐州，迄是逐县、逐市家己设备的，决定家己设备，所以迄有诶足奇怪，足久无换啊，等拢种拢有诶。其实迄毋是迄。咱头拄仔咧看迄古早 Florida 迄款票，迄应该是上歹一个例啦吼。毋过吼，即马 Florida， 介侪人讲 Florida 的选举是足上清气的啦，就是几个美国上清气，因为因知影有即款问题，因都改了，规个制度就改了。即马的问题变做选票无遐尔歹啦，毋过即马问题变做即个，因为防疫吼是控制抗疫要防疫有。足侪新的法律，吼新的投票的规定啊，等，拢是邮便票。啊，邮便票，凡世人唔知影，这是每一个人收到伊的票，吼，你所有的票拢会寄出来，吼，啊，你爱寄登去，还是家己去摕，还是安怎？啊，这是安怎？即马 Arizona 甲 Nevada 甲什么州，佫有咧统计，就是因为邮便票唔知安怎处理啊，所以即马这款。票的问题，票的设计的问题，也是迄个机器的问题，当然嘛是有。啊，毋是即款的问题，即马是讲迄个要统计的机器，迄个要扫票的时阵，扫唔对，还是扫袂出来，还是统计唔对，还是迄个指卡歹去安怎？拢种问题啊，足奇怪。我感觉这是台湾人爱注意啊，这台湾人爱注意啊。台湾的即个抓票，即个制度免改啦，莫计较啦，莫计较啦，邮票啊，家己去等，安尼大家拢共一工吼，用银仔去等，安尼上好啦，这免改啦，啊无问题就吼。这美国人个邓老师，我讲头拄仔高雄嘛咧讲吼，迄个怪兽吼，怪兽好多 gerrymandering， 是 gerrymandering 都是即个代志吼，即个是安怎呢？每10年。你即个地方哈，地方你这州哈，你会使决定看什么人、什么政党来主政，伊都有权利来为这个岛。为这个岛的意思是讲划选区啦。啊，即个选区哈，我的人多哈，我都甲你扣落来。啊，你都稳赢的嘛。假如讲有黑人哈，啊有。以前是黑人甲白人，迄无共嘛，吼，伊都甲黑人都划做一区嘿，白人划来一区，安尼那会公平呢？伊都无一个中央选举委员会，伊都无这个设计嘛，无这款的，就是讲阮全国拢做一个规则，伊就是讲，迄是小政府大社会，就讲。政府去联邦政府管的代志吼，真少，啊，迄州内面吼，伊管的代志啊，搁较济，啊，这个都拢是州内面的代志嘛，州内面家己决定的，对不？啊，你才会乱啊，啊，为州伊较有钱，伊都
伊个来改善这个选举的制度。啊，我就较散啊，我就都较散巧，较散巧，伊都无能力啊。所以讲，这个代志，这个选举的代志，伫美国吼千奇百怪，因为灰草草的代志是真济。哎呦，我这个 gerrymandering 啊，各位爱会记得 gerrymandering 是两党开始有咧做啊。这不是共和党咧做，民主党无啊，这是两党拢咧变网啊，拢咧变网啊安尼啊。所以这。要安怎讲？到落尾就变做皮手啦，就变白手啦，恐怖平衡啦，吼，恐怖平衡啦。看什么人执政，伊这个州内面，伊都会决定权。是啊，安尼就碰运气啊。是啊，老师。是，这有一个度吼。第二点，我就是讲，伊讲而且形状变做安尼啦，那就一个耳机，这个耳机的这个造型。画甲安尼。嘿。伊是海中的妖怪嘛吼，啊，但是就是讲，你有讲选区会当安尼，这个足散的，啊，这个大足大的吼，啊，当然伊即马袂讲完全拢看形状啦，有当时去看讲，啊，内底到底吼，拢你选阮赢包赢的，安尼就袂使吼，所以就是头仔讲阿勇话讲，其实民主共和大家拢会去处理这啦，吼，算有一点仔公平，但是就算讲你。会当确定你会当赢，但是有当时来讲，你的党若歹，啊，你的政策若无好的话，嘛有可能会并薄啊。吼，无像台湾过去，台湾迄个敢若选一区，敢若选一个立委，国民党讲啊，这稳的，结果嘛是国民党后来嘛是失去得手啊。啊，民进党讲永远拢会当执政，我嘛不相信。无一定，无一定。啊，所以讲这选举吼，当然这规则就是讲啊，这个做内场的人先甲处理这个规则啦。吼，有当然有一寡无合理的所在，啊，但是就是讲。这是伫美国政治爱需要了解一寡代志。是，这咱吼初仔来了解就好，但是咱今仔日还佫有一个重点，就是讲美国这个选举，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这个人头拢挖去啊，对台湾的关系会变化袂？咱首先要连线吼，咱来，你有听有吼？对着即摆，吼，不管是如何。对着咱台湾的关系，敢有所变化？嘿，我感觉吼，迄变化，若是讲你讲国防，还是讲台湾安全，吼是无啥变化，因为即摆阮知影讲吼，这个俄罗斯拍这个乌克兰以后，对共和党还是讲民主党，因拢想讲台湾安全是即摆美国政府上重视的代志，所以这个若是讲共和党伊摕着众议院，摕着国会，还是讲民主党。摕到国会，因拢会想讲台湾安全对因来讲哦，迄是绝对爱去重视的所在。啊，若是讲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讲美国甲台湾，敢若都是敢若迄个协防，还是讲迄个国防一边的合作尔嘛，毋是嘛，嘛是有迄经济，还是讲迄个做生意嘛。所以我会感觉讲，这个较无共的所在，就是美国政府甲台湾即马要摕一步去。讨论安怎去建立这个经贸关系，吼，像讲 BTA 还是讲双边的迄个贸易协议吼，这就是较无共的所在。阮知影讲即届迄个裴洛西议长伊有去拜访台湾，其实真大的所在就是爱希望讲会带一个有一个 gesture， 就是讲伊做一个较我台湾较疼台湾的一个行动，就会当互台湾人知影讲，这美国对这个台湾是真有诚意的，所以若是讲。后盖要来讨论这个美国甲台湾伫迄个经济整合的迄个合作吼，希望台湾会当牛步安尼。我们知影讲即摆吼，台湾甲美国伫参详这个经济的合作时阵，还是讲这贸易合作时阵，有真侪所在吼，拢是两边需要去讨论、需要去牛步的，因为台湾有一寡的所在，美国感觉讲无满意。啊，美国有一寡的伊要求台湾感觉讲无法度配合，做无够，所以这拢是民主党还是讲共和党，因摕到国会以后，会当去甲台湾参详的。伫美国的这都是总统伊才有迄个权利，甲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体伫参详这个物件。不过国会有迄个决定，这个就是讲 agreement 还是讲 treaty 这个作用，所以。以后我想可能会真侪迄个国会议员来台湾拜访，还是讲州长嘛。所以总体来讲，你认为
甲台湾的关系会继续来加强，对着中国的对抗，嘛是会继续来加强。共和党伊有因重视的所在，像讲因会感觉讲因的传统迄个产业要卖物件互去台湾。啊，对迄个民主党来讲，若是因摕到国会，因就想讲，阮可能爱去发展像讲绿能啊，还是讲较侪甲 climate 气候变化有关系迄个产业，所以看倒一个党摕到迄个国会，因都会对即个无共的迄个商业合作较有兴趣。是，那我要请阿勇啊吼，你来回应吼，伊所讲的，就是讲不管如何，咱即摆看到可能吼，咱头仔私底下开讲，讲可能共和党众议员、参议员拢会摕到，吼啊，对着即个拜登来讲，伊开始摆卡，对着台湾的关系有啥物变化？你家己的意见？我感觉无啥物较大的变化，因为这主要像吴生头拄讲的，都是这主要若是要做这个，毋是外交尔，就是要签名，要签约，要签约，还是要迄个，比如讲入阵吼，要修正，要修正的时阵，这拢是国会咧决定，吼啊，所以这毋是总统这总统即马是无变嘛，啊，我知影足侪台湾人是无啥介意拜登，我个人嘛较无介意啊，无要紧，迄是无啥物要紧，因为这较重要的是国会啦，国会，啊，国会内底其实这是真罕得有一个议题有共识，吼啊，毋过台湾甲中国这个议题拄好是其中之一。民主党、共和党拢有一个共识，足介大的共识啊，就是咱若看迄个，譬如讲 IPAC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吼，就是迄个国际的立法院的团体，吼啊，美国的参议员差不多一半一半，吼，共和党、民主党，对，也是讲迄个因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来拜访台湾，足几来届啊，毋那佩洛西迄届啦，敢若过去这2当是7、8届啊，吼，迄嘛是一半一半。吼啊，若伫国会内底咧反对中国咧出声，还是咧迄个对台湾的战声，嘛是一半一半。所以这拢是一个我感觉足坚定的一个共识啊！我若会翻盘啊，若无啊，若是保留这个民主党的，我嘛袂惊。但是有感觉会加强的，继续若2回拢叫共和党来掌握。这反正其中一个争吵就是共和党若看。这样来讲较无遐尼啊歹听啦。共和党反正看中国是较像敌人啦，啊民主党较看是竞争者啦，就是咱的对手啦。这真重要哦。是真重要啊！毋过我感觉因嘛是愈来愈了解，无遐尼啊简单啦。愈来愈了解，尤其是国会内底的人愈来愈清楚，就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愈来愈清楚，这毋是竞争尔啦，这是一个对啦，这是一个。毋是朋友就是敌人啦。对。哦，是这个意思。老师呢？有2点吼。一点就是讲，共和党，伊定咧批判拜登，你抗中保台无够力，讲你无够贵啦。无够贵啦，对无？啊，这个都是有差别啦。即马你共和党你摕到多数，啊，就为这个抗中保台这个政策内面，这是真少的两党的共识。共识。两党的共识。啊，即马你拜登，你即马就摆卡，啊，你摆卡你来争内面，你会当搬的这戏吼，足困难的。啊，你外交咧，外交。小可较简单，较有当发挥一点，较会当发挥啦，所以讲，伊对这个抗中保台这个政策，伊个会加强。啊，毋过即马共和党诶，伊的领袖，其实叫做麦卡锡就讲啊，伊卡斯讲伊取代迄个佩洛西了后，伊做主席。伊要成立一个中国委员会。哦，这敢若有迄个 McCarthyism。系啊，这个都是来统合
以这个所谓的对着中国政策哈。对，是这众议院内面的所有的政策，跟中国有关系。佫要调查武汉肺炎啦，佫要调查这个加强甲台湾的关系啦。对，所以讲这个两个这两点嘛，这差别。老师咧，是就是讲吼，因这两党对台湾的政策有一点就是讲输人唔输阵呐。吼，若输阵的话吼，迄就歹看面啊，歹看面。啊，所以这个2022年7月28号，这个麦卡锡就讲，佩洛西伊支持伊来台湾。伊若当选，家己当选众议院议长，伊嘛要来台湾，伊嘛要来，啊，所以以后会讲啊，台湾的军火这卖了伤慢，咱咧加快速度，紧卖互伊，所以即摆是爱来台湾进修的对。